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近来消费者对着食品安全意识愈来愈高，如何推广在地食材，支持小农嘛备受重视。对此，南科管理局推广有机在地食材计划已经进入第5档，小我群创耕地嘛正式甲太空有机农业合作签约，用具体行动来支持。为了支持家庭健康，享受在地食材有机农业，现场太空有机特别展示精密的科技农业，邀请群创耕田前董事长加市长林梦燕拢来体验栽种。对着群创来讲，甲咱南科都将近1万位员工，每一天3顿用餐相当的可观，所以一定是坚持照顾员工，负责在地农业，嘛为环保尽一份心力的3赢局面。在群创的新竹那个竹南的园区，从11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当时我们有一位，你们刚看电影有看到，对，那只是3合1以后把这个东西再推广到台南来。那鸿海本身也有一个永宁，也有种很多，所以我们将来用量会很多啊。为了员工，这个是环保跟第3个当然就是环保，用有机对土地的保养也比较好。员工在地农业跟环保。对着群创耕田以企业社会责任，率先采用台南在地有机素食，第一波率先供应南科7000名员工来使用。毛市长表达感佩，理想方伫签约以后，3月1号开始，就将正式使用咱有机的素食，用具体行动支持在地食材。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华办年会大计已经是第7档，不断突破营业额。对一开始开办的1400万，成长到去年已经2100万，加上每一档超过95%的人客满意度，就是台南新华老街品质保证。所以今年市府预估将突破20万人潮。市府坚持过去6档办新华年会大计，用公开募集业者的方式，所以最后入选的年会厂商拢是通过严格考验。其中自主招商毛74档，已经超过整体单位50%，显示老街商圈的自主性愈来愈强。今年市府为了宣传新华年会大计，市长嘛亲自到场，强调货色交全、品质挂保证，加上景观优美。希望突破20万的购物人潮，来带动新华的全国的知名度。我们的货色最齐全，咱有140几个摊位，可以说是只要来年货大街一次，可以构筑所有的需求。你的年货一次可以构筑你包括年货、伴手礼，过年大家要围炉用的这个料理，我想都可以在这里构筑。我们货色最齐全。那第二个。咱的品质挂保证，因为咱是咱经发局主办，佮咱在地商圈，佮咱农会大家做伙，所以咱卖的产品，都是可以保证不会有黑心产品，不会有伪造掺杂的产品，一定是经过我们农业局咱经发局包括咱农会，大家品质有检验过，所以大家购买年货。不只是货色最齐全，大家可以放心的采购。那第3个就是咱的景观，我们的周遭环境最优美。另外，今年上大的特色就是结合在地3档1颗的大木工面向活动，同时布置会顶基础专区来加添年节的艺术气氛。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迎接过年，市府交通局已经针对大台南的重要观光景点规划一个交通的运输计划，同时建议游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加强53点的T摆来规划行程，让旅游更加轻松趣味。今年短短春节只有6天的假期，市府交通局规划了一重点运输的好办法，亲像是新的交通工具，市府脚踏车、T-bike 已经增加到53个所在。
大台南公车也会当串联到全台南市8大景点，而且每一天会当输运5万人的人潮。交通局也希望市民朋友甲游客会当多多来关心相关的交通资讯。我们整个的一个那个交通跟以前不一样，尤其我们的一个道路系统有我们台61线目前已经通车到曾文溪了所以呢从北方来的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一条快速道路呢可以疏解台17线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也建置了53站的T-Bike那这部分呢也可以呢提供呢来台南府城游客呢可以多多利用那可以不用都一直开车过来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停车呢规划目前呢经过我们副市长指导市长的要求之下呢我们呢在台南市呢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个小型停车位那在市区里面呢也可以疏解呢很多的一个停车需求那重要就是说我们整个交通局警察局呢大概这几天呢我们都会呢全力以赴那我们在这一栋大楼1楼我们会成立呢交通疏导指挥中心当然是由我担任总指挥了那我们这5天呢大概都同仁呢大概50-60个人呢都会轮班在那边做执勤那我们也会定时跟我们警广啦媒体朋友这边呢做及时的连线为着要第一时间处理春节的交通问题，交通局也将会开设交通疏运指挥中心。春节每一天由着交通局的同仁监看路况，因应春节的交通状况，随时来处理问题，也让大家来台南拢会当好行春。春喜迎旺来，来福好新春，新年旺！台南新闻网张伟忠采访报道。新来病对2000年成立南区国家级的医疗救援队以后，参与过南亚大海鹰、日本地动加0206大地动。而今日拄好是台南地动2周年，常务院正式公布一批由日前日本所捐赠的紧急医疗站设备，希望大大提升国际救援的应变能力。成大病院国际医疗中心主任徐玉林表示，0206地动发生了后，日本红十字社在第一时间关注甲持续关心灾情，经过1档月的努力，捐助物资总共30项，238件，价值1700多万的医疗相关设备。上午透过记者会正式对外发表。可携带呼吸器跟很轻的氧气铝瓶，所以可以争取时间。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暂定是第1级的野战医院，所以我们只要有呼吸器可以插管上去之后，至少可以有2到3个小时的时间让病人可以呼吸。大家知道，呼吸是人体要救命的第一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特色。然后这个是简易插管的仪器，那包含了之后的后面这些缝合插胸管这些在紧急病人比较危急可以常见的，我们都有这样的装备。那这个是超音波啦然后这个是电击器，所以意思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医疗站不只是一个帐篷，然后发药而已，所以是一个有紧急医疗能力的急诊室，这点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包含我们有手术灯可以做简易的手术，那目前是第1级，那未来可能会往第2级、第3级发展，可是就需要更多的。那我们今天没有把大的帐篷单，因为那个电梯没那么容易搬上来。其实我们现在今天展示大概我们设备的1/3而已，还有一些大的帐篷可以当做一个手术室，甚至一个住院病人使用。徐玉林主任指出，为了这行动便宜级的医疗设备，将会当真紧的支援国内外在区，成立具有紧急医疗能力的行动病院。而不只是有医护人员支援的帐篷，初期将会当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第1级紧急医疗队的标准。只要灾难一发生，就会当伫6点钟内出动救人，非常方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英国书店大厅宫注意表示，因为毒品藏手，所以连因庙内便所嘛发现有尖头有人食毒的现象。对此，第2分局为了毒品，对去年11月开始，透过社区的通报，就查获121案，对着警民合作的明显成效表达欣慰。第2分局为了执行中央新世代反毒的措施来落实安基专案，在书店大厅宫的大力赞助之下，包括反光的背心、多功能的指挥棒等装备，下晡以关键和10间守望相助队的代表，希望和警民合作来顺守治安交通的工作更专业有效率。
会中副局长都来亲自颁奖公债顺序的奖牌给灭方，也表示对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因为社区通报来查扣毒品的高达121件，成效良好。我们大天后宫来赞助我们辖内的10个巡守队相关的装备设施。那我们在巡守队的结合跟联系上面，让巡守队担任我们的反毒尖兵，来通报社区内的各个毒品案件、毒品犯罪案件。那遇有这种案件通报之后，我们就这样查缉。那这3个月来，我们总共查缉了121件，成果非常亮丽。离婚局根据数据来分析，查获毒品的数量增加，相对窃盗案件就减少。所以会长嘛强调，过去讲啉酒唔通到中西区，现在嘛要大声讲毒糖拢唔敢到中西区。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伫溪南寮的南平社区，近年来积极发展地方农村特色。伫每当过年期间，拢会办理一系列活动，嘛希望利用在地食材，找回传统的古早味。一年一度南兴过好年系列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上午安南区公所结合各社区农村特色，除了溪南寮金西镇、抓艺艺术。以及安南在地农特产、红葱、菜头等结合，推出一系列甲过年相关的活动，邀请市民做伙来南兴过好年。大庙配合里长社区安尼吼一直经营起来。咱这个所在吼过年的时阵就呈现无共款迄个气氛啦。外围人转来讲，哇，咱真好，咱遮内底咱去做些物件。一定是足侪人牺牲伊个时间足用心，去生一只物件，来摆伫遮，互大家来热你个产物啦，安尼产物过年咱是搁免钱的搁有伊感觉有一寡物件把手也是摸菜等等啦也是一个娱乐活动，有当安尼共同度过即个好个年冬安尼。年当家己即个就是讲回到咱塑造的即个重点，就是讲。社区主体元素啦，社区的这个元素就是啥？就是咱社区欢喜就是出菜头，过去传统就是炊粿，所以讲咱就是用这个粿来做一个南京过好年的这个主轴，所以讲拄仔这个粿甲过这个字是相同的，所以呢，我来伫这个咱的这个讲2018过来南京红新村用这个名。来作为咱即个南京过好年的这个定调。活动为过年前有炊粿比赛，沙堡市场一直到初一庙埕发红包。今年更加配合庙方文化馆的设立，首次甲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当年会展，有光厝走溪楼、甲金狮民具展览，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曾经做过新市区长，伫民政局担任专委退休的陈其兰，并且休闲就是介意写毛笔字。几十年来累积了上百部的作品，即摆伊要将伊上好的作品拢提出来展览，邀请民众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第3展览室参观。南营也看富山川。不散英雄
树桂莲。不但以书法写出家己创作的诗，而且阁用笑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郑芝南的接触书法，就是细汉时阵伫咧布袋戏大师黄海岱的指导之下，用毛笔来写剧本所练出来好功夫。郑芝南也亲力研究立体各种变化，也用固体字来创作作品。书法除去着写起来的这个光华的重要性以外，我是认为讲书法的内涵比啥较重要啊，所以比一个来讲就讲啊，这个天道啊，我来配合着这个啊幼学琼林，哦，幼学丛林的这个文具来做哦，比如讲这个嘛是古体字的天地，天地太交，书称盛世。那这个意思就是讲啊，一年四季乃当交接平常，比如讲春天要转过来夏天，伊会当真正常；夏天要过来秋天，嘛会真正常。所以这个天气若当这个交换来当真正常，人就袂艰苦。而这个世间上，就是变成一个盛世的天下。除了重视五体字、楷书、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的美感，同时郑芝南也认为文字所传达出来意义，伊的内涵对着观赏者来讲更加重要。这个勿忘初衷，咱写这句的时阵，要互观赏者，要互看的人知影讲，勿忘初衷重点要放伫对。哦，比如我来甲用一个。花开蝶满枝，花谢蝶还稀。唯有旧巢燕，主人平也归。因为介意伫咧下早的光线照射之下写字，所以郑芝南也特别以狂尘起墨作为这届书法展的主题。伊也曾经用毛笔写下对家己一生的坚持甲理念，并希望借由这届展览，将书法艺术所隐藏的美好分享给市民朋友。台南新闻网号张永忠采访报道。台湾的玻璃制作随着时代进步，渐渐被机器所代替。不过，质感加手工的作品实在差真多。对此，坚持用手工制作专家杨正斌，一路行来25档，已经将家己的玻璃作品当作艺术品同款，嘛因此为台湾的玻璃工艺市场拍开一个全新的局面。伫咧玻璃产业这个市场，虽然电脑数位化渐渐取代人工，但新品一下出来比较，会当明显感受到品质真正差真多。也互坚持原创手工制作玻璃，杨正斌表示，迄寡电脑做出来玻璃根本就无灵魂，也因此伊坚持手工创作，来为台湾的玻璃工艺开创新的局面。我们在原创的部分来讲，我们一定会去参考到其他人的图，但是去看别人的优点，去看别人的风格，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中去研发自己的图案？包括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边全部都是，我们都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当然，在这个所谓的现代这个世代来讲，其实我们很辛苦。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今天在上色的过程是用一个输出的方式，30分钟就可以解决了。可是我们会选择用1个礼拜手工上色，但这样子来讲，其实不太符合经济效益，但是那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坚持在这个部分。当年所累积的技术，对设计图亲手画出来，到800度的高温来烧玻璃，以及多样要如何伫咧玻璃顶头呈现雕刻的工法，佮加上一点一点上色的技巧，规个制作对无到有，全部拢家己来。这也是伊创立职人玻璃艺术这间公司的理念。我们就是从一开始的设计。包括到所谓的设计制作，然后到完成品到安装，我们全部都是一条龙作业。包括说，因为现在所谓的交通也比较发达，有时候我经常是全省在跑，而且我都是自己过去，因为我必须去看过现场。每一个装潢现场，每一个建筑，它有它自己的风格。那我们所谓的创作者，我跟一般的所谓的老板不一样。
很多当老板的，他只是把工作接回去由你公司里面的美工，好，里面的设计人员下去处理。但我不一样是，我自己本身是老板，我也自己也是创作者。伫咧保护这个专业的领域当中，非常坚持的杨振斌，也真会晓运用光的线条，让作品立体化、有深度。也因此，伊的每一件作品拢是独一无二。伊也希望会当带领着台湾的玻璃产业朝向艺术的境界来迈进。台湾新闻网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预防甲照顾失能老人，南台科技大学甲金华社区合作，透过演示课程，要来培训人才，相互伊嘛展现健康促进方案的成果。南台科技大学争取着预防甲延缓失能照护方案研发甲人才培训计划，以抗衰老、预防跋倒运动实证应用方案，甲金华社会中者合作，不但培训相关指导员甲协助员，而且照着方案，互老大人透过方块踏步、培育建造等等的方式，来训练智力、表现甲身体功能。达到健康促进、预防老化的效果。第一个就是上肢的肌力，上肢的肌力呢，有很多人都觉得，老人家没有力量，但是我们经过研究，去科学的印证之后，高龄者更需要做一些阻力的训练，让肌肉有力量，然后维持他身体的平衡，就是至少在肌力上能够有一些很大的进步哈。第二个平衡感，平衡感就是维持他走路的平衡，然后走路的平衡。第三个当然是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呢，透过有氧的轻微的运动，当然必须要安全嘛哈。透过有氧的轻微的运动，让他的心肺功能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透过校园体适能前后侧的数据显示，发现经由课程，老大人伫脚骨、手骨的肌力、柔软度、甲平衡感、有氧能力，拢有真明显的提升。对此，金华社区的长辈也拢真愿意配合，而且表达真大肯定。上起来感觉很舒服。本来我骹小我摆摆吼，即摆用安尼有差安尼足顺畅的，身体佫健康，佫时间到拢就逐日就想要来了对啦，想要来这运动安尼啦。很好，他有帮我们抬脚，抬脚的力量然后有平衡感，然后那个就是说前进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很多方位都会注意到，然后还有让我们出力，很好，让我们流汗运动，感觉不错。我们一直在社区里面推动防止老人跌倒，在这个想配合安全社区来推动安尼。那么咱这届南台科技大学伊引进这新的一寡这个在迄个规划设计一些新的这个方案来执行阮社区这老人就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提升了很多，他们的参与率变成这几个月里面非常的活跃。互咱的社区的老人的身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能够去体认到防跌的重要性。南台科技大学为去年开始执行这项计划，在人才培训的部分，总共培育68位实习的指导员甲协助员，未来希望借着高龄者运动专业能力，来建立高龄社会预防甲延缓失能运动支持系统。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变化。我在是这份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10度到17度，落雨球2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介绍收看2月6号中嘉台电新闻，咱再会。